姐妹大家晚安我们一起来今天的门训课程。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一起来唱298首《永戴他为王》。永戴他为王，永戴他为王，奇妙神，安慰是全能真神，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要掌权到永远，他要掌权到永远，永戴他为王，永戴他为王，永戴他为王，奇妙神，安慰是全能真神，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要掌权到永远，他要掌权到永远，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要掌权到永远，他要掌权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愿意让上帝来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亲自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仰望神。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若我们单纯只靠自己，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跟不足。我们恳求神再一次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来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奇妙的工作。主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走犯错，甚至不得神喜悦的道路。我们恳求神怜悯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在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如何透过祷告来更深的经历神你与我们同在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盼望与喜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有果效的生命来荣耀上帝。谢谢主，再一次将我们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愿神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大家平安哈。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资料。好，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探讨为何基督徒要学习操练祷告。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有提到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请人为我们代祷？那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几个重点哈。我们再一次来复习一下哈。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几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人家为我们代祷？其实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就是自尊心跟骄傲。我们认为，当我们骄傲的时候，你觉得你会希望有人为你做一个祝福的代祷吗？我相信比较困难，因为你会认为自己可以。所以很多时候，当你骄傲的时候，我们会拒绝承认自己的需要，你也不愿意去请求别人的帮助。所以呢，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把我们的自尊心先放一边，让神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去经历上帝的恩典。那我相信你会愿意去接受别人为你代祷，甚至你也愿意在神的面前用祷告的心，把你的软弱、把你的不足来交托仰望上帝。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自尊心还有骄傲是影响我们无法，为什么我们不想要让人家为我们代祷？好，所以雅各书4章6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第二个，我们探讨到为何我们不愿意别人来为我们代祷，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害怕被论断，我们也害怕被误解。好，
那个毛长老，你也是顶礼拜的资料吗？有顶礼拜的资料无？敢有？有吗？子安应该有顶礼拜的资料。哎，你看，不是，不是，不是。顶礼拜是为何我们为何我们不愿意请人为我们代祷？嘿嘿，好，你再祷。所以第二个是因为我们害怕，好，很多时候咱会惊啦，吼，咱惊讲啊，咱拜托人吼，就为咱祈祷吼，咱惊咱的代志，我们自己所发生的事情，你所拄到的代志吼，惊人知影，啊，你感觉讲吼，在啊，这别人可能看无啥物啦，吼，感觉讲这无啥物需要代祷，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怕被别人论断，也怕被别人产生一些批评，所以呢，真正代祷的应该是要出自于爱心呐。好，而不是批判，也不是评断。所以，作为一个代祷者，我们应该要学习保守秘密。哈，我们不要带着一种论断，刚刚美术要讲探人的隐私。哈，到底伊发生什么代志？哈，其实不是安尼。所以，咱讲马太福音书第7章第1节讲，所以你们不可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好，第三个，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能够带出来，然后让上帝来医治我们，然后让上帝来医治我们？所以雅各书说什么？5章16节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像你们可以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如果你要让你的生命得着医治，我们其实是人与人之间在分享里面吼，咱你教会吼，互相咧分享的中间，应该怎样啦？彼此认罪悔改。所以我感觉讲彼此的分享吼，咱来彼此去为彼此的需要来代祷吼。第四项，为何我们不愿意请人为我们代祷？第4个是不确定对方是否会真的为我们代祷。好，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想要把我们的心事或者是我们的需要请别人为我们代祷，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不知道对方他是不是真的会为我祷告，甚至我也不相信说代祷你真的有付诸于行动在为我代祷吗？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蛮常听过说我放在祷告中，我会为你代祷。可是到底你有没有在为他祷告，那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放在祷告中，或单纯我会为你祷告，单纯把它变成只是一个片面的口头用语，而是应该要付诸于行动，真的要付上祷告的代价跟行动力。所以约翰一书3章18节说，马牧师带大家分享说，不可只爱在言语或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所以这个爱我们在基督徒很喜欢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但是我们这个爱不能只是放在嘴边要真的有行为跟诚实的态度。好，第5个，我们谈到为什么我们不希望不愿意请别人为我们代祷。第5个原因是不相信祷告真的会带来改变。那我们重点我们在谈论，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是寻求神的心意，那么神可能不会回应吗？如果是照着神的心意，你敢不敢上帝回应呗？冇对拍谁？好，我相信咱也是相信，如果咱也不是照着咱自己的需要，咱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去祈祷，来向神求。我相信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应该会得着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过去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而放弃了代祷。我们大部分基督徒在祷告里面最常发生的就是因为祷告看不见成果成效了，甚至我们看到别人需要祷告，我们也跟他讲说我会为你祷告，但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并没有去印证、去检视，甚至付上祷告的代价。你会发现连信心都不足，行为也不足，而导致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们都没有去好好探讨，祷告是否会真的带来改变的应许。所以圣经里面雅各书4章3节说什么？说你们祈求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啊。所以你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
我们的祷告，如果你要得着，不是妄求的，不是说啊我有什么需要，单纯就跟上帝祷告就好，不单单是这样，而要好好去思考，到底我祷告的内容是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探讨，对咱顶礼拜咱探讨这个，为什么我们不敢请人家代祷？除了是我们无法去为别人代祷，或者是我们不敢为自己代祷。我们其实最大的问题有几个问题，大家想要来探讨。不管你是不敢请人家为你代祷，或者是自己花时间祷告，这些生命观都可能让我们错失了祷告可以为我们生命带来祝福的力量。所以我要问各位你们觉得操练祷告重不重要？教会的基督徒或侍奉上帝的人呢，除了用我们本身所知道的能力在侍奉上帝，在做教会的工作，祷告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吗？当我们去对一个慕道友未信上帝的人进到教会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教导他们祷告，来帮助他的生命带来改变？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来操练祷告，因为祷告是一个学习跟上帝亲密的交流。所以牧师也时常在鼓励，像我们礼拜二的同工像子安这些年轻朋友，一定要去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概念。进到教会不单单只是享受，进到教会不单单只是吃喝玩乐，进到教会一定要去了解基督徒在生活里面的核心就是祷告。祷告的生活是让我们与神沟通，表达心意，而去领受到恩典重要的途径。所以如果你没有祷告，你不会祷告，甚至你也不想祷告，那我要告诉你，你进到教会来，你所拥有的那一切有一天会失去。为什么？因为你会长大，因为你有可能不见得会一直待在这个地方。那你环境变了，生活形态也改变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到底现在需要什么？那个很空虚的心灵，就会让你感觉到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所以这几个礼拜牧师会用2个礼拜跟大家分享，我们要了解代祷，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怎么样操练祷告。基督徒操练祷告最简单的例证这个应景的是耶稣的祷告了。主导文咱常常咱这回来讨论到底这基督耶稣的祷告，马太福音第6章9到13节里面讲到主导文里面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也赦免人欠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内容，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底主祷文的背后，他怎么在诉说我们身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祷告？到底祷告里面应该有哪些元素？所以我们当中也刚好有一位年轻朋友丽颖丽颖，你可以把你的耳朵稍微听看看你去了解看看，我们在谈论的祷告到底在做些什么？好，那我们谈论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我细汉的时阵我就在想讲，到底什么是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啦？来，毛丁人，你感觉什么叫做愿你的名圣？嘿，你安怎解释？
可放着就好了，放着可以。对上帝一种，这应该是爱安怎讲肯定啦吼。全世界所有都是上帝的掌管者啊，的主权啊那样。这哪解释就是无免咱解释。好，无要紧。我想讲，互咱来去想看这个问题吼。其实咱有足侪时阵，咱咧祈祷讲愿你的名圣。其实咱会想讲，耶稣想要讲这句话，啊，咱来听我的解说啦吼。咱伫祈祷中间，咱首先爱关心的是啥？是咱大部分拢想讲，咱咧祈祷是上咱家己的需要，对不？但是咱爱先想讲哦，我们要先想的是，上帝有没有荣光啊？上帝有应邀无？吼，你就是一个主宰啊，对，对不对？对。啊，就是什么是圣？什么？你甲想简单甲想，性格敢是？圣就是做神圣。吼，讲独一无二的上帝。上帝啊！对。无你变来讲。我是把它解释的哈。圣子圣灵哦。我是把它形容叫做圣洁的啦。圣洁。性格啦。你的名为圣。你的名是性格的嘛？像讲，咱若讲一个人吼，你讲，听到伊的名，你感觉，咱若讲好啦，讲咱即摆偌总统，咱会想着伊较早的总统来做比较，啊，你会感觉伊的做代志、讲话也好，无共，啊，有一种无共款的迄种气质。啊，咱咧看上帝嘛是安尼，咱拢咧讲荣耀上帝，荣光归乎上帝，有无？荣耀归给上帝。意思就是讲，这个上帝，这个神，伊应该有一个啥？有一个应该有的荣光嘛，荣耀，对吧？所以，咱就爱知影哦。想让咱祈祷一开始，你头先讲的无毋对，就是讲咱甲尊重啥？尊重伊的特别的迄种身份啊。所以我用性格，其实内底有上帝的性格，佮有尊上帝的权柄，佮有尊啥物？伫生活中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愿你的名圣，你的名来得到荣光。咱的说名，咱信上帝咱有开始，咱若好好去思考这句话，你会发觉哦，你会足慎重咧看待你的祈祷哦，你会足慎重看待你的说名哦。当你讲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所以你的第一句我感觉足重要，这个名，上帝的名代表是啥？是上帝伊家己啦，毋是别人啦。所以咱咧祈祷，若是逐摆拢干那讲着家己的物件，但是咱一开始一开始的祷告都没有在谈论上帝是如此的荣光，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大能。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文，你去听有的人祈祷一落去就开始讲伊的需要啊，有无？大部分拢安尼哦，有真侪人拢是安尼祈祷的哦。但是我感觉哦，耶稣伊的祈祷很特别。他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人哦都尊你的名为圣洁哦。哇，神圣的也好，或圣洁的也好，都可以。我感觉迄是一个就无共款的一个态度，耶稣咧表达的态度。好所以这是。咱来讨论头拄仔你咧讲一项问题啊。你讲，亲像讲，有人哦，无爱，毋是讲无爱，安尼讲，毋爱咱替祈祷。对。这个问题哦，你爱知影咧，迄有的人哦，准做今仔来找牧师啦。要请牧师来祈祷，但是伊心内即个代志吼，毋爱互你知影，对，干那要互上帝知影啦，因为上帝知影伊所要做是啥物代志，但是伊即个物件是一个有犯事，有只是一个，迄落伊犯罪，啊，搁一个小小代志，啊，搁一人某一人讲伊共骗啦，啊是做歹代志吼，伊良心的谴责啦吼，足无平安，要来请牧师来甲你祈祷。但是伊
伊心内遮个代志吼，都袂毋敢互你知影啦。但是就干那要请你祈祷，要请当然要请你祈祷是咱毋知伊啥物代志对毋对？但是迄当事人啊，会想嘛是讲，但是我的代志上帝知影，你着替我请你牧师，你替我祈祷，你着。但是无要甲你讲。但是无要甲你讲，因为这个代志毋爱互你知影。无爱互你知影。这作者毋知影咧。所以啊，所以我头拄有讲到啥？有讲到几个部分哦。自尊心甲骄傲。伊虽然伫上帝面头前，伊讲伊要互上帝知，但是伊伫人的面前，伊感觉见笑，对无？好无要紧啊，伊若是知影祈祷，伊甲上帝有咧祈祷沟通，安尼无问题，这是无问题。所以我头拄有讲到哦，无论你是安怎，无论你是毋敢请人祈祷，还是家己开时间祈祷，你毋敢家己开时间祈祷的人。伊若家己边仔无人，伊家己甘上帝祈祷，伊会讲。好，若有咧讲的，咱袂当去讲伊无咧祈祷哦。我拢尊重，我感觉这是正确，伊还佫有咧祈祷。因为伊若甲将伊的代志讲互你牧师知影无？即摆伊已经有第二才知影。即摆心内就讲，牧师拢心内已经知影我的代志啊，无？有时啊，是毋是我伫牧师的面前哦，会足见笑，爱足歹势，啊是安尼哦。安尼我就干脆哦。但是哦，你看哦，你想看嘛，即种的兄弟吼，有可能发生一个问题无啦？那伊的信心有够，伊的信仰拢咧按时拢有咧认捌超找军队上帝，嘛有咧聚会，信仰真在。无啦，伊像即款人，伊意思就是安尼爱牧师你安尼替祈祷讲哦，叫牧师替我祈祷讲，我虽然我无甲遮个代志讲哦无，对，互人知。但是我要叫牧师哦，替我伫上帝面头前哦。下面我心内毋敢讲的即款的罪吼，求牧师。安尼至少伊还佫会找牧师啊，对无？伊还佫会找牧师来请伊来为伊祈祷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咱若有法度通互即个人，亲像安尼的人，兄弟，还是讲毋敢去找任何人祈祷的人，互伊真正去认捌着咱家己心内迄种骄傲、毋敢、甲自尊心。这个会算骄傲。某一部分是啊。无啦，伊就是足见笑啊，无啦，所以我有讲嘛，我有分啊，一种叫做自尊心。什么叫自尊心？自尊心，我认为是会甲骄傲放做伙。人的自尊心吼，什么叫自尊心？叫做自我尊做袂歹的迄种心智嘛。你会感觉讲做了无好嘛？跟人比起来，哇，安尼无，这毋是一个信仰，所以伊会感觉无好。伊会感觉讲好啊，无我毋茫互知影。我其实嘛某一部分吼，这我咧看就好啊，毋免去别人安怎讲啊。伊是种骄傲啊，因为你毋敢伫上帝面头前放落家己，全然交托认罪悔改啊。所以一个人若伫祈祷的内底未认罪悔改，就无法度通带来什么款的帮助啊。这是必然的啦。我简单讲是安尼啦，我是用简单讲的方法。但是呢，实际上即个人安怎样，爱实际好好甲伊了解，爱了解到底伊咧面对的问题是啥。我今仔若莫找你啦，莫请你牧师替祈祷啦吼。伊家己敢袂当输啊？甲上帝认罪祈祷。会使。所以我要讲的啊，就是讲，咱今仔日要讲的叫做操练祈祷啦。基督徒要学习操练祷告啦。要安怎操练？伊若袂晓操练祈祷，连你讲的即种情形，伊就袂晓。那伊若袂晓，伊就安怎？他就会用他自己的方法来认识这个信仰，甚至他也不会用祷告来面对这个信仰哦。所以他的信仰就会怎么样？就很走的路就很危险，而且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甚至求神问卜，无咧找什么人咧处理。其实我感觉迄拢是片面的。你这过去某一件事来请找黄牧师吼。黄牧师讲伊犯罪嘛吼，所以黄牧师讲伊因为吼太太吼不是原来即个代志，伊来找黄牧牧师，牧师讲，伊同我探着对牧师讲牧师伊甲我讲实在即个代志吼，
因为我是一个牧者吼，所以伊会来找我吼，伊会来找我，伊会找我摕祈祷啊，摕祈祷安尼啊。无伊黄牧师是意思是讲咧讲吼，即个代志吼，实在讲诶可能吼，伊原仔吼受着真大诶折磨吼。无实来讲，伊即个代志会当直接甲上帝讲就好。啊，其实我感觉讲无要紧啦，因为每一个牧者伊会面对无共款的人吼，无啥反应的感受无共啊。啊，对我来讲，我拢感觉讲，我即马较会徛伫一个人伫面对上帝的时阵，咱的生命应该爱有啥物款的能力甲本质，安尼才会当真正去，互咱的信仰会当较在啦。啊，无我拢感觉讲，若干若要找牧师，啊，若牧师无你找着的时阵，啊，你要安怎面对？对无？你有看到有足侪基督徒，伊干若要找牧师啊，啊，等待牧师啊，啊，但是牧师若佫无去注意到吼，啊，伊就袂晓啊，都毋知影要安怎面对伊的人生啦。吼，安尼嘛真无彩。像我啦，过去拄着足侪艰难代，但是我拢无找牧师，我拢直接讲。含上帝祈祷啊，会使啊，会使啊。安尼我毋是算骄傲。无，毋是，我咧讲的骄傲，毋是迄个意思。我咧讲的骄傲是讲，你注意我的题目叫做为什么咱无愿意请人为咱祈祷？注意哦，请人为咱祈祷的意思是啥？代表咱有拄着问题，无法度通好处理嘛，对无？你连你家己祈祷都拢无法度通处理啊，所以你会想要请人来为你祈祷嘛？我过去拢以我对上帝的信心。对，安尼好啊，安尼真好啊。上帝拢教。对。但是你注意哦，你想看觅，敢有人像我讲的安尼？伊连祈祷都无信心，毋知影要安怎祈祷，啊，搁无牵人无啥物交陪。都爱看伊平常时伊甲上帝关系。对啊，即种人有济无？足济，包含基督徒。所以若即种人若济，伊袂晓祈祷，啊，搁无信心的，啊，若遮济人，伊敢会无愿意别人为伊祈祷？有可能啊，因为伊毋敢去甲人讲伊的需要嘛。啊，伊若袂去甲人讲，伊就继续咧用即种的生命，一直咧亲近上帝哦。啊，甚至到伊死拢是安尼哦，无咧祈祷，啊嘛拄着困难，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对无？吼啊，所以我常拢会讲，为什么人无愿意请人来为咱家己祈祷？咱来了解咱家己的问题伫倒位。第一，自尊心嘛，自尊心甲骄傲有关系啊无？有关系啊嘛。咱会感觉讲吼啊，我著过甲食到即个岁啊，嘛是安尼咧过，有可能无？有可能。伊的原底想讲啊，我敢要来请牧师为我祈祷，我敢要来甲牧长老讲，我敢要来甲我的小组长讲，若敢若想讲啊，卖啊，煞去啊，反正吼，食到即个岁啊吼，就拢行甲安尼啊吼，上帝拢有咧顾的啦，好啊，煞去啊。连我家己想，我拢想会出来啊，对无？啊，你讲一般袂晓祈祷的人，所以大部分的人拢是伫生活内底靠家己咧生活。伊袂晓想着讲，当伊拄着问题、困难的时阵，要安怎超找上帝。所以这跟自尊心、跟骄傲有关系无？拢有关系啊。第一项，这是一种生命；啊，第二种会惊向论断啊，会袂？我头拄讲咧，害怕被论断，还有什么被误解？有当时咱单纯讲的一句话安尼讲，啊，但是我无当来讲足济，我的需要，请你为我祈祷。结果我甲你讲的，你这个人我甲我学话学安怎？学别种话出来啊？对无？有无？一定有诶。所以第三项，无愿意敞开的心，对啊，这种人嘛是拢安尼啊。最后就拔掉的，讲好啊，煞去安尼就好啊。第四项，伊无确定对方是毋是真正为我祈祷，伊会开始去打量。啊，你讲你要为我祈祷，但是我看你的言行举止，都看起来嘛无伫你像你讲的，我伫祈祷顶面有信心啊。你想伊敢要找你祈祷？无可能。所以我感觉这个问题伫咱基督徒的世界内面足大，问题足多，啊足重要。为什么人无要找咱来祈祷？啊，但是祈祷却是咱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咱甲上帝连接的关系。嘿，你有啥代志要找人为你祈祷？啊，你家己无祈祷时，啊，这个祈祷。透过迄个有你祈祷，你看即个祈祷敢有效果？
伊家己本身无祈祷，伊敢若想要叫人别人替祈祷，伊家己本身毋祈祷。你看伊即个祈祷有够有效？当然，这就是爱，咱就是爱。所以我今日咧讲的主题，我顶礼拜是讲为什么咱无法度请人为咱祈祷。今仔日我讲的就是讲，咱要安怎学习操练祈祷。祈祷的方法，咱就是倒转来耶稣。家己就分堂祈祷，你敢若叫人替你祈祷，即个祈祷我甲伊讲，即个人对我来讲啦吼，也是无够好的。所以我顶礼拜我讲了，我上个礼拜讲完讲，为什么咱无愿意请人为咱祈祷？我来我常常讲毋对，咱该个倒转来思考一个问题，咱有咧操练祈祷无？咱有咧祈祷无啦？吼，咱茫干要靠人为咱祈祷啦，吼，靠人为咱代祷啦，但是。最重要来讲，到底耶稣圣经内底咧讲的，咱的祈祷是什么意思？所以咱就爱做伙来看耶稣伊安怎做。吼，所以为什么要祈祷？因为祈祷就是了解上帝的心意。安尼自然上帝的心意呐，真正伫咱的生活，伫咱的信仰的生活内底的时阵，安尼咱祈祷的事吼，上帝就应允啦。好，啊，所以吼，咱今仔日要做伙来看，耶稣。伊的主祷文，伊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一行，尊你的名，上帝的名，上帝的名，伊是代表伊家己哦。这个名代表是上帝伊家己的身份哦。所以耶稣讲，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代表讲人来尊上帝的名。愿人尊你的名，就是讲人来尊你的名做圣性的、圣洁的，代表是啥？这个人的群体，伊是啥？伊是正确的心态，在祈祷，在甲上帝求讨，而甚至是先尊上帝的名做上重要的，有能力、有权柄、有气力，是圣洁的。安尼人自然就安怎？就会谦卑落来，知影我的拉伤误会，知影家己的生命欠缺。所以，咱要互人教人祈祷，咱爱互人知影第一项叫做认罪悔改的原因，就是伫遮。因为若一个人伊袂晓认罪悔改，伊无法度通看见迄个上帝的能力，迄个上帝的圣洁，迄个上帝伊的大权能的气力。接续你后壁面，你搁安怎讲遐个祈祷的代志，我拢感觉。嘿嘿。你若即着爱讲来教会一段时间吼，才知影即款的道理。当然。莫你若甲讲来讲认罪悔，讲你爱认罪悔改，我咧讲。我是犯啥物罪？我是贪人。所以啊，我是偷底也是向偷。所以我咧讲的就是这样。咱祈祷的人啊，咱祈祷的人拢咧看嘛。譬如讲，你带我祈祷，我会先听，我听你祈祷，你安怎认罪悔改啊？我是互你带的啦。你先来清楚讲，家讲的讲，你认罪悔改，我爱悔改啥物话？对，所以哦，因为我袂晓祈祷，啊，你带我祈祷。我会去听讲啊，到底你是安怎伫上帝面前，在认你的生命的罪嘛？所以我若互你带的人，我自然就知影讲，哦，原来祈祷以前，即个我所熟悉的模样了，毋是我所想象安尼，要甲上帝求啥，伊是先伫上帝面前，先看清楚家己是甚物款的人，所以即个人吼。即个迷信的人无道友，伊互你带的人，伊会感觉讲哦，原来我要甲上帝求讨的时阵，所以我想怎，咱的教会若有一寡姊妹、兄弟，若礼拜日咱有当时甲牧师讲，牧师啊，即个人吼，有当时即个生活习惯吼，伫教会啦，拢安尼创啥的时阵，我第一项代志我拢会去甲伊问讲，你感觉咱来到教会是咧做啥？吼？啊，豆豆啊，一步一步爱甲伊讲哦，有效呢。你讲这个是对迄个基督徒讲的。你若对新者，注意哦。我有一工吼，有一个拖拉机载着拖拉机啦。我行入去看，迄司机我熟悉啦。伊毋是讲你看 A 片的，就看你一路就对啦吼。我大家开一个玩笑，我你看这是犯罪讲。我是犯啥物罪？我是趁人帮的，是毋是？因错一句讲，你若错犯罪，错了犯罪，我是犯啥物罪？外口的人拢是安尼那我袂安尼问啊，我一开始袂安尼讲，我会安怎讲？我会讲啊，某物啊，兄弟啊，你看这会影响到你的交通袂啊？你看这，坐伫啊嘛？伊讲你安尼看，敢会
敢会家己的身躯会受不了啊，吼挡袂掉啊。你堪去探讨迄个情绪，探讨伊的情感，啊，豆豆啊一步一步一步，吼去甲了解伊的家庭生活，了解伊的夫妻生活。嘿，咱咧讲外界啊，会犯罪。咱讲伊拜五上就是犯罪，对不对？啊，你若甲讲安尼是哦，都互拍死。啊，你啊人外界啦吼，你若甲讲错，除非讲伊有法律甲伊讲，迄落讲你是安尼做是罪，无出的代志吼，你若甲伊讲，你若你笑会讲安尼就是罪啦。啊，伊讲的这种笑笑。但是哦，咱来想看卖哦，其实若讲起来，咱咧讲的这物件，拢是福音对无？你有认为这种福音嘛？该做无该做，应该安怎拢是福音嘛？但是咱的福音所要表达的是，若地教人互人听到了，拢感觉无好，原因是伫倒位？这福音的本质，拢是咱拢知影，这应该爱讲。咱基督徒会讲的会犯会罪啦，对，拢外界你讲的罪会认定无共款。无共款对，啊，这无共款伫倒位，咱爱去了解啦。咱爱去了解到底这无共款伫倒位，啊，要安怎互人去豆豆啊去了解？所以这个过程，我讲的是这个过程。咱毋是甲人直接甲伊讲安尼毋对，啊，伊这个过程咧，伊就无想要甲你插啊。所以我感觉传福音应该是讲咱做传道的人、传福音的人，你到底有了解这个福音伫你的内底？吼，有真做一个，你有甲伊补过无啦？吼，有甲咀嚼过无啦？互伊真做你的生活，要安怎去堪人了解迄个生活的一部分，毋是一个手共讲这啦。都无对，我伫遮咧讲的是，因为咱拢是大部分会来看直播的也好，会听到的这福音的人，听道的人，听门训的人，大部分拢是基督徒啦，拢基督徒，拢有伫教会啦，所以因听到这代志，拢是足直接的啦。但是呢，我若咧面对外口的人，我无共哦，我咧讲的话方法拢无共哦，我捌拄过啊，我较早嘛捌拄着迄学生啊，我讲你安尼犯罪哦，起不伊无去。伊嘛甲我当做哪像大哥哥，吼阿叔安尼，叔叔大哥哥安尼，伊就是毅然决然就是坚持要去做，吼。但是后来倒转来，伊来想的时阵，伊来想，我就甲伊讲，啊有无？有没有犯罪？伊鼻仔摸的伊就知影。所以，嘿，即摆像咧，即摆青年这世界哦，嘿嘿，这性方面这发展快啦，对，我讲你听。真少讲婚前哦，无信心落的。啊，这对咱基督徒来讲哦，啊，咱对咱圣经的价值哦，这是罪呢。你若你外口你若讲，迄是罪啦。你用讲咩事？我家心甘情愿的想，这是罪。你传统伊嘛是哦，安尼有爱作势。你逐个你情我愿，我想安尼想来就做。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无去论断啦。因为人拢有家己的自由意识去做决定，然后伊所有的行为拢是伊甲上帝的关系，不管伊有认捌即个上帝无，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哪会当做的，就是讲，就像我讲的，当咱有机会，堪伊是一个保持有一个关系的存在，咱就爱把迄个机会甲伊讲福音嘛，吼，啥物是福音啊？啥物是道理？啊，互伊了解，你安尼行了做了，你感觉有较好吗？吼。啊，你若感觉无较好，咱是毋是换一个角度，好好啊保守你的身躯，好好啊保守即个感情，吼，啊，互即个感情毋通因为你为着迄情欲的满足，吼，而放荡了你自己的生命，而好像你的那种圣洁、那一种纯真，就因此而没了。所以我觉得告诉这些年轻人这一些道理，会比起我们跟他讲，你这样错了，好，你这样不对。好，上帝不喜悦，还要来得重要。你若甲圣经咧最后所讲一句话，讲你若看到一个小姐真水哦，心内动依恋的时候，迄就是犯罪啊。我讲你即句话人跟外口爱讲，迄袂使啊。这就袂使。对啊。啊，所以我的意思讲，咱今日要学耶稣伊的祈祷吼，伊要讲的就是讲，我要讲的主要就是讲，咱爱去了解祈祷的背后，就是要了解上帝的旨意是啥。其实无论祈祷啦，做啥物事奉，拢是要了解上帝的旨意、神的心意嘛。吼，咱拢想讲，我安尼做到底上帝有欢喜无？这就是上帝有咧符合上帝的旨意无？
所以咱来了解吼，上帝，你看耶稣伊的祈祷哦，今日的圣经在伊讲哦，伊讲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伊后壁讲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伊是讲愿你的旨意哦。所以第二个，吼，第一项咱，嘿，咱刚才当讲我讲来讲哦，凡事拢通啊，但是拢不一定拢有利益。对，但是无咱那个人甲伊讲，啊，佫有一项代志是有一个你唔捌的神，你咧做的敢有符合，有没有符合他的心呢？好，我简单讲一个，你敢捌恁爸爸？伊讲我捌啦，迄阮爸爸，我较唔捌。但是你爸爸咧想啥？伊认为你做囝应该安怎？你敢知？伊可能讲会对呢，我无一定知影呢。虽然迄是我的爸爸，但是我无拄知影。为什么？就算你做亲的人，你嘛无拄熟悉呢。好，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想什么吗？希望你做女儿怎样吗？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一样啊，我们跟上帝祷告也是这样。大部分我们不晓得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可是我们都在祷告，讲的话都是自己所心里面想要的，就是安尼啦。咱拢知影伊是咱的老爸啦，天灵的老爸啊，上帝啊。但是咱拢无去想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所以我大摆我哪里用主导文，咱来去了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哈。我小可赶一个吼，甲咱讲一下。我今日咧，上帝的旨意第2项吼，咱的资料内底应该有讲到，我们要祈求神国降临，好，是让神的旨意在这地上实现了。好，他的国不仅仅是天国，也包含神所统治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实践。我们要怎么实践出来？哈，我们在祷告当中，首先要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而不是自己的需要。好，所以第1项。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好，咱来认识他的旨意。首先，我们要知道哈，咱来怎样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哈，有2个层面。第一个，它是普世性的旨意，就是开始也比较启示性的。好譬如说，我们都知道上帝来。透过耶稣基督是要做什么？是不是要救我们？对不？要救人，这叫做普世之义啦。好，上帝若要救人，上帝他愿意万人得救，你就不能够把它变成什么？唔通把你的祷告文当作干那为着你家己啦，为着一寡歹人，你拢不会为他祷告啦。好，所以你要知道哦，上帝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哦。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行为不检点，看起来好像跟神的福音、跟神的救恩没有关系的人，反而是越需要的人。好，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人都得救的。好，所以我们要了解提摩太前书，它其实里面有讲到，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我们认识神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的神的旨意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个人性的旨意，也就是引导性的旨意哈。所以，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你敢捌听过有人祈祷吼，上帝给我的旨意吼，爱我安怎安怎，有无？你敢捌听人有人来讲过？伊可能就是我简单安尼讲，有个人讲吼，上帝带领我，叫我爱担这个工作，叫我担这个感情，叫我担这个工课顶面。爱安怎做？你有听过安尼讲？这个话你若讲哦，迄个信念这字听着哦，歹讲听，但是我甲你讲哦，我拄着有做青少年哦，因是安尼来信主的，安尼来认捌这条福音的哦。为什么？因为伊原先是信外口的宗教的，但是当伊去了解到讲上帝心意伫伊内底，得甲伊讲，伊知影原来。伊所得到领受上帝的心意，是通过伫伊的工作、家庭，伊拢单亲呢，伫伊家庭的内底去经验到讲，原来上帝遮尔奇妙，在带领伊。你讲安尼，我若甲你回一句讲安尼讲，
上帝若要竞选，竞选啥物人就是啥物人。安尼。啊，若是安尼，就慢慢生活啊，吼。咱就咱就拢咧求看有一个马库有无？那边安尼是为感动点，为感动，为感动对不对？安尼。但是你敢有看过有人袂感动，但是后来因为感动来信主的，有吧？有无？那一般咱咧想的讲，啊，伊就看起来袂感动，就敢若无机会啊。福音真正会传，但是啦吼，你若讲安尼是就会当叫着一个信主啦吼，无咁简单的啦。无简单无。求圣神吼，你真正做到你的心中啦。但是咱若无要去靠着圣神去传主的道，安尼咱就一直拢是被动的、被动的，对无？迄是袂使啊！啊，你若安尼，若是得救的人减少，连咱受主呼召的人、竞选的人都倒做咧。吼，咱就爱去传。咱讲来讲哦，咱真来啦吼，做上帝讲对对。无咱台湾哦，啥传了，但拢去传了久啊，都还袂到我讲一个实际的啦，咱真正是较好命的台湾人，台湾基督徒啦。你若去甲看足济，你看即马最近这政治吼，你看着为什么遮济台湾人因会徛出来要去做这个工作？因为因看到人的权利会失去。啊，权利是啥？咱若甲想讲，咱基督徒，咱拢无去想着讲，如果咱的福音若无去的时阵，会安怎？即个一摆吼，你可能去募款啦吼，啊，伊讲多迄落啥物恩啊，迄宋恩吼，上恩啦，伊讲一样代志，讲欧美国家吼，即摆搞。对，我有看。你有看哦？拢是做咖啡厅。迄拢记录，迄落拢，因咧后壁迄落拢台湾拢记录教国家呢。因是安那传福音啊，传到会变即款情形。会变款情形，这是咱来差不多，这是啥物款原因？是毋是？这个时代上帝无安那传的是上帝无信任行伫即个地面上，啊是讲，逐个吼会需要所求的上帝拢无会应允，啊无应允的是，是讲每基督徒有一寡困难，甲上帝求吼，拢点嘛是拢无啥物回应，是毋是安尼讲？按逐个分段啦吼，分段去做礼拜。最我若以我来看法是讲，咱即摆世界吼，逐个生活水准愈来愈悬啦吼。外口引流太济吼，有诶人上咧佚佗，爱互别人吼安尼安尼啊。这我这真有可能啊。啊，你讲欧美的国家嘛，拢是过去拢是去啥？去共殖民的所在，拢是真强的国家啦。吼，所以你讲欧美，因讲起来，当然因嘛有因的问题啦。但是上重要，我拢感觉讲，像咱较亚洲的国家，通常拢较困苦，啊嘛受殖民吼殖民的地方，吼，所以你看咱遮的拢会追求家己的信仰，吼，无论如何拢有追求伊的信仰，不管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但是我感觉讲，咱做基督徒，咱爱倒转来思考，到底当咱领受这个福音的时阵，咱对福音的本质甲价值，到底上帝爱咱做啥物工作？甚至哦，做一种批评讲来讲哦，咱做牧者的，你若退休哦，拢走去美国享受。这咱是袂使安尼，咱无亲人，咱袂当安尼讲哦，退休哦，从后来走去美国，袂输咧倒咱的是安尼吼，迄落，像即款的你要哪解释啊？袂啊，我解释真简单，我讲吼，做牧师的吼，一世人是拢奉献予上帝嘛，对无？啊，若一世人拢奉献予上帝，我嘛捌想过啊，我想讲。我若无做牧师吼，我会当做啥物款发挥的代志啊，丰功伟业啊，吼，我是即种人。啊，我就咧想讲，啊，若有个人伊讲伊退休去美国，啊嘛是理所当然啊。啊，伊一世人奉献伫教会，啊
伊嘛无为着家己爱需要搁去用厝。有的牧师是伊无买厝呢，伊一世人拢教会奉献，奉献落教会，退休了后，结果，迄是后来拢有的牧师也是无厝的。但是咱因的感受是讲，去花莲的所在啦，去传福音啦，人来个外观博台湾6、700基督徒尔，你毋住台湾传的。但是大部分我会安尼讲啦，我会想讲讲这话的人伊本身有咧做无啦？咱若无安尼咧做的信徒，我无建议你安尼去讲牧者。无，我认为是，莫讲无资格啦，较毋好啦。为什么？因为你若无咧做，你讲这代志拢只不过是你家己片面的讲法啦。有啦，做牧者是一生活诚辛苦啦，若讲去到老时去去上帝嘛是。是啊，嘛是嘿啊，无你伊一世人为着教会奉献伫教会，所以有当时我嘛会想讲，上帝毋知敢有留我的活命到迄个时阵的。我讲一句话，嘿。我讲这个代志，都咧学着，俗伊因若讲嘛，因若讲。迄毋通讲啊。叫我甲办，迄毋通讲啊。办理查个，不成功呢。无要紧啦，我感觉讲，所以我讲上帝旨意第一项咱要认捌上帝旨意，第一项咱要了解有一个普世。什么叫做普世性的旨意？就是讲上帝伊到底互咱的信仰启示出来第一个普世性的旨意上帝旨意就是爱所有的人得救啦。还有啥？还有信徒爱活出圣洁啦，有无？爱无？爱圣洁嘛还有一个叫彼此相听，这三项你爱家记起来。我咧讲活出上帝的旨意，就是照圣经的话安尼行就对啦。对，但是圣经的话要安怎做？无容易啊！你若要照安尼做后迄个讲有人拍你这边你讲另外这边嘛有拍伊讲迄本质的物件，你若照这，你无人解说，人会黑白应用唔对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咱爱了解圣经内面启示的普世性的，就是一般通常的这个界面还是方法，这叫做普世性的。所以我头拄有讲到三项嘛，所有人爱得救，这是圣经内面讲的。我有讲到提摩太前书2章4节讲。伊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伊爱有万人得救所以咱问上帝讲安尼就好啊。咱基督徒大部分拢讲安尼就好啊，做工嘛是安尼，安尼就好啊。我拢较不以为然，我拢认为安尼就好啊，咱就爱搁较更加。讲这话袂对啦。对。啥物安尼就好？所以我的意思拢感觉讲，讲安尼就好的人，通常是啥物？较平淡的啦，较袂爱精益求精去，就若像迄个圣经内面咧讲的，迄主人园主5000、2000、1000，伊较成迄1000的啦，了解无？所以咱著爱做迄啦，无论你的能力如何，你至少嘛著爱亲像2000的，你无法当亲像5000的趁足济，你嘛至少爱亲像2000，互伊生出2000来啦，所以毋通讲安尼就好，安尼就好的思维你会发觉1档、2档、3档、4档了，就是安尼尔。安尼你会发觉，你后来你咧做的工作，你会无力感你对上帝也好，你对家己的信心也好，拢有影响所以我过去我拢咧想这个问题，我讲敢真正安尼就好。我较早咧唱歌的时阵有人甲我学了讲安尼就好啊，袂歹啊。伊咧意思是啥呢？伊咧甲我讲的是讲。你安尼就好，你的意思讲，你的心毋通骄傲。你足够唱，但是你无了解到我咧甲你讲安尼就好的意思。但是有足侪人伊拢认为是安怎？咱为着要搁较好，咱会讲举做讲咱足骄傲，其实我毋是。所以迄当时我开始去学着讲，原来我爱搁较谦卑。所以我就伫唱歌里面一直甲上帝求讨，真正要足奇妙你甲上帝求讨，上帝搁愈互你愈多。所以我一直努力，我搁较谦卑，努力谦卑努力，过程的中间，你会愈来愈成长。我毋是要讲骄傲的话，我要讲的是，这就是咱人安怎运用上帝互咱的文书能力，靠信心去活，上帝就互你搁较丰富。所以最近你看今年，旧年咱教会嘛无想着讲青少年要来用这个时间迄嘛是12月底的时阵。拄好接到
这个大桥国中的谢校长，来找我，甲我讲这效果袂歹，我讲我嘛看，有影咧50个50个名单，佮有38个囡仔填同意的。后来阮顶礼拜六敲电话哦，高校安怎呢？住伫对面大桥5街，应该是住伫对面的大楼，2个学生囡仔，查某囡仔，佮分头，伊一开始讲我爱问一下阮妈妈，我讲好，不要紧，我等你电话。伊偌欢喜的卡来讲，牧师，那个我要报名4月26号的活动，我讲还有你有没有带朋友？有，我的另外那个朋友嘛是伫名单内底，足奇妙的哦。当咱若愿意要去关心人，去甲伊招，人就来啊，靠咧无青年的来，所以咱唔通限制咱的能力的范围，咱就爱将咱的能力去甲伊放伫对的所在，自然上帝就将这人带互咱。前几日啊，前日去这间厝的这个因的孙啊，带伊的阿嬷来试电铃啊。讲牧师请我可不可以来访视教会啊？我讲你是什么人？伊甲我讲我的阿公就是去这间厝的人啊。我讲好，你等我一下，我带伊对楼顶，伊安尼一个所在看。我甲伊讲，恁这个葡萄树这玻璃这当初恁设计的吗？伊讲对啊。我讲恁做这个所在，就是已经准备要互上帝用的所在。葡萄树是阮圣经内面最重要的真理，迄玻璃，迄是较早因的房间啊。这个伊的孙啊，偌欢喜的，伫遐咧看因细汉3岁的时阵。就离开这个所在啊，是靠咧甲阿嬷讲，咱就好好是安怎要离开这个所在啊。后来我甲伊讲，随时欢迎恁来，因为这个所在是教会，是厝，你随时拢会当来看，有机会招你阿公转来，伊讲好，因兜住伫归仁啊，伊的阿嬷就是高清苑的小妹啊。因即马高清苑过往啊，即马是因查某囝住伫遮。伊的阿嬷，即间厝主原先的起即间厝的，即个头家的太太，伊就是高清苑的妹妹。就是即间厝较特别足特别的。伊讲过去遮，伊讲历史互我听哦，带我安尼看，讲哇，这过去遮我咧藏洗衫机的。对这有啥物？无，伊无啥物意见，伊讲迄卖出去就卖出去啊。但是伊就是会怀念，我就咧想讲，咱信徒，咱咧看教会，咱有迄种对上帝互咱的真理甲福音，迄种情感无？咱徛伫这个所在，咱就爱去了解，这是上帝为咱备办的好所在。好，安尼我后一礼拜咱再来继续啦。好，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伫今仔日做伙来明白，阮。伫学习，伫祈祷的操练的顶面，更加认捌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虽然阮常常并无好好来祈祷，因为阮无要超找上帝你的心意。有时阮想要超找主你的心意，总是阮拢看家己的需要，甲阮看阮所面对的问题，较关过上帝你爱阮看的事。恳求上帝你赏赐阮智慧，赏赐给我们智慧跟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祷告里面，不单单是祈求我们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神你必定将我们的需要大大的丰富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智慧，保守你的教会，也保守你的儿女，让我们每一个人属神的儿女都蒙受神大大的赐福，让我们保有平安与喜乐跟盼望。为主你传递美好的福音，为美好的福音来做美好的征战。谢谢主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